时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13节到21节，和本圣经第20页所在，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来看。现着我来读马太福音第14章第13节到21节。耶稣听见，就上船对遐退去旷野，家己住。众人听见，就对这个城步行对伊。伊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就怜悯因。伊好因中间有病的。伫暗晡，学生就问伊讲：“这是旷野，古时已经过，就予众人四散，通去乡下买食。”耶稣甲伊讲：“因毋免去，恁予因食。”因甲伊讲：“我伫遮只有5个饼，2尾鱼。”伊讲：“摕来互我。”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坡，就摕迄5个饼2尾鱼，仰天来祝谢。8饼互学生，学生互众人。第20节，拢食到饱，却所剩的水啊满12斤。遮个人，妇人、囡仔以外，约5000。以上，即时咱要请经生团契副主任委员，也就是咱所敬听同教会杜宗义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去，恁互伊食饱；去，恁互伊食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代表经生团契来甲咱请安，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经生团契真有福分。会当得到廖分长老做咱的主任委员，林顺成长老做咱的常委。伫伊的努力下面，咱今年就是对总会来差派一个传道师，就是要属咱迦南教会来担任咱经生团契区会的主任。伫8月15要来交接。我相信这是基督来，这是上帝真疼咱。即个桃园区所有的经生的事工加强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即个家甲事工的责任，嘛是要增加咱迦南教会的责任啦。我若讲安尼，咱就知影什么款的意思特别来呼吁互咱会当来参与即个事工。但5块饼2尾鱼的故事，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真熟。甚至呢，这未信主的人，因嘛无清楚啦。屏东有一间5块饼2尾鱼的餐厅，我真爱去。因的环境真优雅，物件嘛真好食，卫生。嘛是我常常招待人客的所在。总是头家并毋是基督徒，我就感觉真趣味。讲是安怎你要开即间店，叫做5块饼2尾鱼？伊讲阮这是连锁店。这个名是对圣经来你因为这个店物件太好食，所以你食一丝丝你就会足饱，感觉足好食呢。这个头家呢讲甲真有味，伊安尼对圣经的故事伊嘛真欢喜讲，嘛将这个做伊事业工作的招牌生活的中心。迷信的人因真欢喜安尼用这个故事。做因的店名，甲人分享耶稣的故事。何况咱做一基督徒，应该更较用心来明白这个故事对咱的价值甲启示真侪人用理性无法度来了解5块饼2尾鱼，是安怎样会当来饲5000人，互伊食到饱，佫会当剩12斤较安怎想都想袂通所以有人就认为讲，这是因为一个小朋友，伊真欢喜甘愿将伊所得到摕出来，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就感动众人众人就将伊家己的物件拢摕出来分享，互大家食到饱。我相信这个故事毋是干那安尼，咱若详细去甲伊查考，毋是遮简单，因为这个神迹是所有福音书内底4本福音书内底。唯一、独一、共同记载的故事，唯一共同记载的神迹。
耶稣降生的故事有重要，真重要。总是呢，约翰无记载。约翰直接记载讲讲将来要咱看见上帝就伫爸怀中的都是囝，将伊表明出来。约翰对道成肉体开始讲，五底饼两尾鱼，这个新约是四福音共同唯一记载故事。可见当时参与的人非常的多，对当时的社会震撼性甲影响的赞助非常的大。袂当真简单就是讲，这就是一个小朋友奉献的故事那定。所以头一项，咱要做伙来想，讲为什么有遮尔侪人会来军队耶稣？为什么当时有遮尔侪人要来军队耶稣？咱读这段圣经，咱要来学习，为什么当时有遐尔侪人要来军队耶稣？咱知影。当时是一个心灵较无的一个世代，犹太亡国，互罗马帝国甲因管，家己无国家，无家己的主权，无家己的尊严，分封王希律下面的这扣税抽象的，又阁是想尽办法来剥削所有的百姓。清流的宗教却这领袖呢？互因渐渐沉沦甲堕落，因拥稳呢，甲生理人伫遐挂钩来霸占圣殿，做迄个不法的买卖互圣殿诚做耶稣所讲的，诚做插手。所以因足期待，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呢，因足期待弥赛亚会当来出现，互因会当赶紧来脱离这政治上、社会、文化、宗教上、经济的困境。所以迄个时阵是一个心灵较无咬喙焦，期待有人来带因脱离这种困境的一个世代。伫迄个时阵，耶稣出现，耶稣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耶稣的话有权柄，伊的行动充满了疼痛，伊互太哥得到清气，互迄个青梅得到看见，互彼得的丈夫迄个疾病得到医治。佮互八种的萝卜变碎的，倒伫门床的中间，佮爬起来行。因为耶稣的出现，就引起当时社会的轰动，客也要来找耶稣，要来对耶稣，要来听耶稣所讲上帝国的福音。因为当时太侪心灵夭糕的灵魂，因对于头前的前途，因的方向，因唔知要去倒位，所以因望。迄个弥赛亚会当紧紧来，因所期待就是有人来带因一个正确方向甲将来。今日台湾的情形类似，咱有80%以上的青少年国小5年级拢诚做低头族拢互手机控制，无都离开因的手机上课看手机，下课打手机，睡觉的时候也看手机要困的时佫在那赖一个要是讲迄个 Skype 要是上 FB 安尼一困，3点还袂困。人甲人的互动严重减少，互咱台湾的社会迄个心灵甲心灵的沟通愈来愈深的寂寞，愈来愈冷淡。所以最近的消息，伫急诊室车祸的老人无人救伊，包括护士嘛无人去救伊。咱的青少年安尼，社会也是安尼，咱的国家无法度保护咱的渔民，连迄个弱国菲律宾都要欺负咱的百姓，好不容易摕到一个世界冠军温布顿世界冠军谢淑伟摕到世界冠军，中国就摕4500万你来当中国人。就有4500万，买你的忠诚，对台湾的认同。所以台湾人心肝充满矛盾、郁卒。菲律宾都要欺负咱，台湾人民对将来何去何从咱的青年有人关心无？迄个失丧，迄个
做毋对，这青少年有人去关心伊，这是咱台湾的现状。这个时代有千千万万失落的灵魂，摇过的心灵，就是望咱会当将上帝国的福音来传福音。约翰6章35节，主要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要信我的人，永永袂喙焦。这个时阵就是较无福音的时阵，较无正确的道路的时阵。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要信我的人，永永袂喙焦。”你就带伊来就近主，主就要甲因有赐，要互因得到帮助。要互因得到望，这是头一项。咱爱对这妖怪心灵有负担。第二项，既然有这么多妖怪的人来找耶稣，耶稣怎样教伊的学生，互因食饱呢？这么多人，学生建议耶稣讲：老师都爱休困，我解散，互因去各庄社去买物件、买便当。但想袂到耶稣呢，竟然甲伊讲：因毋免去，恁去是恁互因食；因毋免去，恁去，恁互伊食。耶稣命令伊的学生因毋免去，恁去，恁互伊食。到底耶稣这个命令是对咱有甚款的意义？伊就是要操练咱一个真要紧服侍上帝的人。服侍主的人，受拣选做伊工人的人，一个真要紧服侍信心的原则，就是去做无可能的代志。5000人食饱，是爱一个工人当时8个月的工资20两的囡仔，哪有可能？无钱哪有可能做代志呢？世事有钱，搁伫抗疫。嘛无得买，即马嘛是入暗晡，是要去倒位买敢有人搁咧买便当呢？耶稣的命令，耶稣的要求，真正是非常的挑战的任务通讲是啥 ？Mission impossible， 无可能的代志总是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真要紧的意思，是要对既然归往伊的人。军队伊的学生，教示咱一个要紧的原则：你服侍人、服侍上帝，爱靠信心爱学习讲，你手内无的物件来去完成无可能的代志。伫这个中间，主要说讲，恁去，因毋免去，恁去，恁互因食。这种的挑战的时阵，咱中间真侪人服侍的生活的过程甲。学生同款，甲门徒同款，犯同款的毛病。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命令的时阵咱常常所想的就是困难，就是阻碍，就是环境天已经暗，阁是抗疫，身躯也无钱，有钱嘛无遐济钱，有遐济钱嘛无得买，要食饭。毋是5个呢，嘛毋是50个，嘛毋是500个，是偌济？5000个，较有可能。咱做事工，咱得去做教会，咱得传福音，咱甲学生同款拢大声想着困难无可能咱拢无想着讲主伫咱的身躯边，咱拢无想着讲这主耶稣要做的代志。伊有家己的方法要完成，咱拢无想着讲我大声来顺服，我去回应，我去做就好主的确甲我伫地，主的确甲我同在。咱拢是承受这个毛病、这个问题，甲学生同款。总是只有一个人，伊大声来回应耶稣的命令。约翰6章第8节，提起这个人。大声有听耶稣的话，伊去过去行，去群众的中间去找，果然找到一个囡仔，伊欢喜将妈妈所予伊的5块饼2尾鱼来奉献予主使用。
耶稣真欢喜接受这小朋友奉献，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坡，摕迄个五块饼、2尾鱼向天祝谢，然后分予学生，分予众人，想袂到竟然予5000人食到饱，搁剩12顷。当耶稣学生发出去恁，互伊食，安得力。是大声回应耶稣的命令，搁去行动的人。虽然知有困难，虽然知影照人的理性去思考无可能，总是欢喜顺服去行动去做，去互主去找要互主使用的人，就真最有可能。当教会要去做礼拜堂的时阵，手头只有1000万，要去地下2楼、地上9楼，拢总爱1亿。当时礼拜还无到200个，100几个，较有可能，较有可能来完成。但是咱信仰的前辈啊，就是欢喜有人率先来回应。这个呼召，这个意向，去行动，果然就完成。即摆的桃园教会会当坐500个的礼拜堂。当我来到伫桃园的时阵，看见桃园的人口一直济，长老教会的教会也无几间，真济社区需要有教会。所以我就提出讲，爱开拓中山教会。迄个时阵嘛，足侪人反对，无可能啊！困难遮济，咱礼拜堂也坐袂甜啊，无需要坐好甜较来开拓啊。我理由嘛足正确，困难嘛足侪对，但是就是有人率先欢喜来回应这个呼召，所以到今仔日，中山教会有120个礼拜，有囡仔有40-50个。去年奉献400几万，我看见咱加工教会福音中心嘛，我这礼拜就报70个啊，一当年尔吼，感谢主，都是有人率先来回应耶稣的命令。遐日只为这个故事，耶稣爱咱学习信心的功课，服侍原则，就是顺服主的命令。因为主所要做的，讲伊家己的成就啊。你只不过是伊的学生，伊的路榜拿定，你着做你的本分啊！你免替耶稣烦恼，你免代替耶稣去想遐看入遐个代志啊！因为主要做，伊会用伊的方法来成就伊的工。有一个青年牧师，伫咱新竹中会咧建堂的时阵，因为这付款的压力啊。真大，大甲伊啊，逐日关伫房间咧哭，讲牧师人安尼，才无信心啊，一直哭安尼。即项代志，见若看到伊就目眶红红安尼吼。即项代志，当时中立教会的陈兰基牧师，伊知影即个情形，就甲教会请3日的假。讲我要来陪这个青年的牧师，甲伊做伙生活3暝3日，甲伊做伙谈论，甲伊做伙困，甲伊做伙讲话。一个老牧师甲少年牧师讲，上帝的教会送的上帝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上帝是头家，啊你啥？你是奴仆。头家若无钱，奴仆毋免做工，所以你毋免烦恼。上帝的事自有上帝的方法，你毋免烦恼。这老牧师甲伊做伙生活3日，来陪伴伊，互伊非常的感动。讲这话，互伊真清楚讲，我就是上帝奴仆，我毋免过分烦恼上帝讲伊家己的成就。过无偌久，
但咱基牧师就敲电话啊，吴恩典牧师你来我教会，你来我教会无款。哇，这个青年牧师听到讲，但牧师要互伊去中立教会无款，欢喜甲，迄日去无4万箍，4万，过了10年前吼，是因所需要40万的1/10。无久，伊就完成这信望爱教会。兄弟姊妹，咱常常会甲费力共款，去问耶稣讲20年敢有够？互因遮无够呢？咱无想到讲耶稣伫你的身躯边，咱无想到讲主逐日甲你同在。只要主所欢喜的事啊，伊就免烦恼，因为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伊是咱的倚靠，是咱的帮站。伊已经甲你同在，伊伫你的面前啊！你搁咧烦恼啥？你咧，只要你肯顺服伊的命令去做，互因遮，你就要发现主你甲同在，甲你做甲迄种的欢喜啊，迄种的快乐。摩西要带以色列出埃及，面对红海后壁有法老的追兵啊，总是伊肯打出去。无可能的代志，红海分平，分出大地来，互因会当平安经过。基甸带以色列人甲米甸人咧征战，人只有300个，但是你肯耶和华要甲你治地，你打出去，你就可能打败数万人的米甸大军。大笔一个囡仔。用一粒小小的石头拍倒当代第一勇士歌利亚。兄弟姊妹，信心的功课是啥？只要你顺服，主就要甲你同在，你就要经验到伊甲你同工，迄种的欢喜，迄种的奥妙。兄弟姊妹，5块饼2尾鱼，是小朋友。伊的妈妈为伊准备的便当，后来吼，迄饼就足细块，啊鱼仔就鱼仔补吼，就一个囡仔中昼顿，便当会当食偌济。我看迄圣经故事，鱼仔拢喂足大尾，惊讲5000人食无够，啊饼啊足大块安尼吼。其实一块，一个囡仔会暗顿，但是伊欢喜。摕出来，互主需要，就诚做正人的祝福。有一间小小的城市，一间礼拜堂，无偌大间，逐礼拜呢，就是人客人啊，尤其是主日学更加是人侪啊。伊即个城市的小朋友上爱就是啥？礼拜日来去教会听老师，吼上主日学听老师讲故事、做游戏。做手工，阁有卡片，阁有礼品安尼，所以遮个装乡镇的囡仔，拢是想要去主日学，逐礼拜。有一摆一个礼拜日，礼拜堂医院客满所有的小朋友啊，一个散车囡仔的查某囝，客袂入去，无人要让伊，伊就只好在门口等咧吼。拄仔牧师要来，看到小朋友，你开咧哭啊？你拢歹让我入去，我都无位。牧师就来，小朋友，你对我来吼，牧师牵咧吼，牵，才阁有位呢吼，牵在头前遐吼，上好位吼，这囡仔欢喜甲，牧师才听伊，伊当安尼甲伊带，囡仔坐上头前啊，吼。欢喜无偌久，伊就想，安尼，遐袂当入来小朋友嘛足可怜吼，跟我一样的怎么办？这小朋友真疼心，甲我共款的，要安怎？2年后，这个小朋友伊煞过身去，伊过身伫伊搁破搁旧的厝。爸爸妈妈知影讲这牧师真疼，就请伊去甲伊做安息的礼拜甲祈祷。牧师甲伊祈祷了后，要医刷伊的身躯的时阵，
发现着这个小朋友的手摕一个对粪扫堆所摕来的钱袋啊，这个钱袋甲伊开，有一张纸，内底呢有5角7仙钱，安尼写，讲这个钱是要去搁较大的礼拜堂，互搁较侪的小朋友会当来读主日学。拍开是5角7仙钱。牧师看了流目屎，在场的人拢非常的毋甘。下礼拜日，牧师呢就将这个钱袋啊，这张纸来放伫这讲台顶，来讲这个故事，大家拢非常的感动。迄时阵拄好有一个记者坐伫遐，圣神感动伊。伊就赶紧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刊伫报纸的顶悬。一人读到这个故事了，有一个地主真受感动，就将市中心一个真黄金的土地来卖这间教会，卖偌济5角7仙钱卖予教会。经过5年久，大家来奉献25万美金。完成一间会当坐3300个的教会，叫做 Temple Baptist Church。主日学会当坐几啊百个小朋友，边仔阁有一间神学院，会当培养上帝萝卜。这是100几年前发生伫美国费城，就是出名的棒球队费城人队的都市。兄弟姊妹。5块饼2尾鱼，真做正人的祝福。这个小朋友5角7仙钱的奉献，真做正人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毋通看轻你小小的奉献啊！主耶稣知影。当你愿意看无家己欢喜，互主使用的时阵，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服侍、你的祈祷。就要真做正人的祝福，所以耶稣讲：因免去，你去，你互因接。这是主对咱每一个人的挑战，也是咱每一个受竞选已经得到恩典的人，一个真要紧的原则，信心的原则。对无的物件，要来完成无可能的代志，总是在人不能啊，在神啊，凡事拢能。咱就爱愈谦卑，愈看无家己，真真正正做上帝萝卜，做上帝所重用的器具。咱所做，才会当应显上帝名。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受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你逐世代竞选你所欢喜的工人，差派因到伫你爱因去的所在。所以，阮无论阮去做教会，无论阮做家教的事工，无论阮做社区的事工，做救灾工作，阮拢会拄到侪困难。阮甲学生共款，常常看所目前所拄到的难题。阮袂记即你，就伫阮的中间；袂记即你是阮的瓦壳，是阮的帮站；袂记即这就是你的事工。你有你家己成就的方法，阮拢要用阮家己的方法去完成。结果阮拄到侪难题，行侪冤枉的道路。怎困去你下面阮信心的无够也。愿你搁一摆，互阮所有的基督徒明白这5块饼2尾鱼的意义，一个真要紧的原则。就是信心甲服侍原则，愿你的话，搁一摆拍动阮每一个人心，祈祷恳求靠所命，阿门。